當寵物，佢哋都係我哋嘅生活嘅一部分啦。我之前其實一路都係做編輯嘅。其實希望都係會做翻一啲電影製作嘅工作。我嘅歐靜，我係 Hong Kong Art School 嘅學生，而家我係修讀緊媒體藝術嘅1年班。平時嘅嗜好就可能係睇下書、睇下電影或者行下街。我嘅創作範疇都好廣嘅，可能係拍片啊、2D 嘅 design 啊、或者畫畫啊，甚至去到一啲 3D 嘅雕塑或者裝置藝術都會涉及到嘅。喺細個嘅時候呢，咁就好中意畫畫，可能畫一啲卡通咁樣啦。咁去到中學嘅時候呢，都會有修讀視覺藝術呢一科嘅。咁嗰陣時呢，可能都係限喺繪畫上邊啦。咁當考完會考嘅時候呢，咁我都係想專注翻喺美術呢一方面嘅發展。咁嗰陣時個老師呢，就會話介紹我話入香港藝術學院啦。咁去到我嘅 final project 嘅時候呢，咁我有涉及我嘅概念呢，咁我就嘗試下。即係不如拍一條片啦咁樣，咁喺個過程入邊呢，咁我就發掘到當中嘅樂趣啦。咁繼而呢，我今年呢都係讀咗media 嘅。Hello， 我叫梁家寶，咁而家咧就讀緊 Poly Speed 同埋 Hong Kong Art School 合辦嘅 BA/AMA 課程。之前我就喺澳洲做過交流生1年嘅，咁嗰陣時都有學過 art， 即係譬如油畫啊、水彩嗰啲，咁都開始中意攝影呢樣嘢，咁就開始發覺。透過攝影其實可以投射好多個人嘅情感落去一個影像入邊。咁嗰時開始咧就開始研究攝影，又或者其他藝術方面嘅嘢。咁就從而產生咗一啲興趣咯。讀 art 之後當然會對藝術有改變啦個睇法。以前會覺得淨係靚就已經係贏晒，咁其實完全唔係嘅。發覺讀落之後，你睇翻好多本地嘅創作人，譬如有一山人啊，又或者外國一啲好耐之前已經係好出名嘅人，其實佢哋表達出嚟嘅嘢咧，唔係淨止畫面上個構圖靚唔靚，又或者顏色係夾唔夾，佢哋想表達出嚟個信息係最緊要嘅。其實我覺得喺構思概念上邊，最緊要可能係留意多啲生活嘅細節啦，或者留意多啲身邊發生嘅事啊，甚至係新聞啊，因為嗰啲往往可能嗰啲都係你一啲好好嘅創作概念嘅一啲元素。跟住另外可能係當你發展一個題目嘅時候，做 research 咯，我覺得做 research 好重要，即係做多啲 research， 唔同類型嘅，可能係睇多啲關於呢個 topic 嘅一啲片集啊、一啲書啊，都係會有好大嘅啟發嘅。咁我自己其實都比較受一位導演王家衛嘅影響啦，因為我喺佢嘅片入邊，我就即係會發掘到好多藝術性嘅嘢，跟住然後我會會有參考價值咁樣。其實我覺得創意都係要講返，即係可能你嘅創意思維係點樣呢？即係例如我睇一件事，如果要有創意，我覺得應該可能企喺唔同嘅位置上邊去睇一件事咯，即係唔好太過單向咁樣睇一件事，又或者其實唔需要即係一定要受嗰個主流嘅風氣影響咯，可以有啲自己嘅睇法。我覺得可以細心啲構思，但係可以做嘅時候可以大膽啲嘗試去一啲新嘅概念上邊咯。我上年嘅畢業作品《一起流浪到夢幻》呢，咁佢係講一個即係關於 memory 嘅一個作品啦。咁係涉及咗我啦、我嘅童年啦，同埋雪糕車嘅一啲回憶嘅。咁喺
資料搜集啊，同埋發展個概念嘅時候呢，咁好多嘅靈感呢，可能都係嚟自我自身嘅經驗啦，又或者係身邊嘅人啊，一啲生活嘅細節啊，可能我會上網睇下係其他人對呢件事有咩回憶或者有咩睇法，跟住慢慢就令到嗰個概念萌芽咁樣嘅。有屋企好環境啊！你默書有邊次掂㗎？冇啲出聲，你有位用咩你？書你又讀唔好，識得食同玩嘅啫嘛你默書100分啊！我買10杯食懵你啦！你得咩？我睇死你都係唔掂㗎啦！望咩啫你？連你都睇我唔起啊！